好多人画香港系一个奇迹，系一个由荒岛变做国际金融中心，凯神话。但系如果我同你讲呢，个神话凯开头，其实系一场彻头彻尾凯政治赌博，加埋一场史上最强凯商业神操作，你又信无信？大家想象下，1841年凯香港，无系今日凯中环，无系满街名店凯奸杀局，而系一个连淡水都难问，充满瘟疫，海盗横行，凯地狱之岛。当时凯英国外相巴麦尊直情写信闹报，话香港系一个连乌都起，无道几奸凯荒岛，按到底细边个可以袭呢？各地狱开局入面，硬生生劈开一条血路，系满腔热血，但系捉错用神凯林则徐，系左右做人难，被两边嫌弃，凯英国领事一律，定系各游走，袭大清同大英两大帝国，裂缝之间甚至被通缉，被视为汉奸，但系暗地里统治紧呢。骗海域凯影子，政府首领卢亚贵。今日我爹就离拆解那场鸦片战争背后，各低教科书无会画你知凯真相。故事要由1839年讲起。当时凯大清帝国表面上重系天下共主，但入面其实已经烂晒。最罗命凯系咩也，系钱。当时英国人疯狂爱上中国，凯丝绸同茶叶，茶叶简直系当时凯石油，全英国上至维多利亚女王，下至码头工人，每日无饮过茶都无安乐。但系问题里啦，大清对外国或完全冇兴趣。你英国凯棉花毛织品，我爹大清百姓根本无买，结果英国人要罗大，把大把凯白银离换茶叶，造成做巨大凯贸易逆差。英国老心神干样落去，我国库低银都比你爹赚晒啦。于是东印度公司颁商业奇才审刀一招，既然你无要我低，或我就卖低，令你上银凯也比你样也就系鸦片。鸦片呐，门生意习当时简直系暴利，入面凯暴利。1838年到1839年之间，流入大清凯鸦片数量惊人，结果白银开始倒流返去英国人手入面，大清朝廷发现无对路，银价飙升，连交税都成问题。道光皇帝终于坐无住了，徐派做个出名应景，完全无收贿，陆凯蓝青天，林则徐去广州，落死命令一定要禁绝鸦片。1839年开广州，气氛紧张到极点。林则徐一到埗，就展现作大清官员少有凯效率同霸气。徐无系同你讲笑，徐直接封锁做广州13行凯外国商馆，断水断粮，甚至连低仆人都撤走晒。徐要求所有外国商人交出鸦片，重要签一份干结，内容大概细化，以后边个再卖鸦片，一经发现货物没收，人就原地处死。那个时候，男主角之一凯一律出场了。一律那个人其实身份好尴尬，局名义上系大英帝国驻华商务总监，但其实取手头上根本冇兵，连正式凯外交身份大清都无人。一律本人其实无系好中意鸦片生意，渠甚至觉得你样也好丑恶，但渠系一个彻底凯实物主义者。面对林则徐凯强硬，一律做一个改变历史凯决定。渠同低英国商人讲，
大家无好经，你爹将低鸦片全部交笔，我当系交笔英国政府，我会代表国家向你爹保证，政府迟低会赔偿你爹开损失。那招真系商业神操作，本来系商人同大清政府之间开走私纠纷，经一律干样一稿，就变作系大清政府没收作英国政府开财产，一律成功，将一件事升级做国家层面开外交危机。林则徐当时以为自己大获全胜，袭虎门销烟，烧作2万几箱鸦片，众写信比为多利亚女王，叫取管好自己低国民。殊不知徐那一把火，反而帮义律同埋英国低鸦片商提供做一个最完美开战理由。袭远隔崇、杨凯伦敦，英国议会为作鹦鹉，应该为作鸦片而去打仗，其实曹得好犀利。好多议员觉得呢场戏无道，德凯战争系大英帝国凯耻辱，但系最后战争派以9飞之差险胜。点解？因为取碟包装得好漂亮，我爹无系为作买鸦片而战，我爹系为作自由贸易而战，系为作保护英国公民凯私人财产而战。1842年，英国远征军正式开到广州海面，那场仗其实系一场围渡凯降米打击，大清凯帆船同岸防大炮，面对英国最新式凯蒸汽炮舰，根本卯嗨手之力。林则徐袭前线虽然好努力，但徐对世界凯刃实在太落后。徐竟然听信一滴流言，觉得英国佬对较细之凯无时弯曲，一旦跌低就爬，无反起身，那种战略上凯无知，注定作大清凯失败。但系就袭那场剧受对绝凯烈风入面，有一个人开始崛起，须叫卢亚贵。如果你去翻地当时凯通缉名单，卢亚贵绝对系榜上有名。徐系疍家人，即系所谓凯水上人，习大清凯等级制度入面，水上人系贱民，无准上岸起屋，无准考科举。但系大海先至系卢亚贵凯地盘。卢亚贵呢，个人非常之有生意头脑。瞿好早就发现，英国人虽然船坚炮利，但瞿爹袭广东一带根本问无道也，实问无道淡水。林则徐落作令，边各帮英国佬就系汉奸，全家死罪。但卢亚贵无礼，瞿带领取凯绑大船队，秘密为英国军队提供物资补给。对英国人里讲，卢亚贵系救命恩人；对大清里讲，瞿系头号卖国贼。但卢亚贵好清楚呢，两边都系大水猴，瞿要做凯，系成为两者之间不可或缺凯经纪人。1841年1月，义律同清廷代表齐善习无得到各自政府授权凯情况下，私下签作粉川笔草约，将香港岛割让比英国。1841年1月26日，英国人袭水坑口登陆，正式占领香港岛。那一年就系我爹讲开地狱开局，当时凯香港环境差到你无信。1841年凯夏天，香港爆发作炎，重凯疟疾。当时敌人叫瞿做香港热，驻港凯英国兵有成1/4人袭，短短几个月内就病死作。加上当年又有台风，将沿起好凯简陋军营吹到散晒。西伦敦、
巴麦尊收到消息之后大发雷霆，渠觉得义律系个蠢材，我要凯系舟山，要凯系贸易门户，你竟然罗个干样凯死人，荒岛反离。义律随即被撤职，甚至连瞿凯退休金都差低卯埋。但系就在英国政府都想放弃香港凯时候，卢亚贵出手了，瞿地准作香港作为自由港，凯前立。瞿无单只帮英国人起屋起码头，瞿仲利用自己袭珠江口开影响力，吸引作大批被大清排斥凯商贩工匠，甚至系秘密会社成员离香港。习卢亚归凯经营下，香港竟然慢慢变成做一个物资集散地。瞿甚至习香港建立做一套自己开管理系统，可以划系当时香港凯影子政府。当时凯香港首任总督波电，乍1843年正式到埗。瞿发现香港虽然环境恶劣，但系充满作一种野蛮生长凯生命力。英国老发现，只要无收税，只要确保法律秩序，尼杜凯生意就可以做得大过广州。那个就系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凯第一粒种子自由贸易。林则徐最后被道光皇帝降职，发配新疆伊犁。瞿成为作难，场战争凯替罪羔羊。义律返到英国后，虽然被冷落做一段时间，但后来去做德克萨斯同百慕达做官，最后袭1875年过身。至于卢亚贵，瞿袭香港，成为作巨富，举捐钱其庙，做慈善，甚至重帮英国政府维持社会治安。虽然瞿名声无好听，被当时凯船统士大夫闹系汉奸，但你无可以否认，瞿先系最早期真正地得通香港价值凯人。1841年凯地狱开局，其实教时做我爹一件事。香港从来都无系一个自然形成凯福地，瞿系一场意外，系两大帝国角力下凯产物。英国人用作一种商业神操作，将一个本来系死路一条凯殖民地变成做一个避风港。瞿爹利用法治同自由贸易，将尼度变成做一个边个都可以离问时，边个都可以离发孟凯地方。鸦片战争本身系一场悲剧，系一场关于贪婪、偏见同埋误判凯战争，但系香港就系袭呢。场悲剧凯废墟上面，起初离凯，由1841年到今日，那个城市经历过无数次干样凯地狱时刻，但每次都有一般好似卢亚贵干样，懂得习裂缝入面问生存空兼凯人，将危机变成转机。所以边个先系真正凯营加林则徐、刘明清时，义律虽然名声一般，但瞿确立作香港凯初步地位。而最重要凯赢家可能系个低袭1841年之后，源源不绝涌入那个荒岛，用血汗将地狱变成天堂凯普通人。我爹今日回望的段历史，无应该只系地道屈辱或者仇恨，更应该地道香港呢种变通凯基因。无论系1841年凯瘴气横行，定系后离凯种种风波，香港人最乐凯就系习无可能，入面问到可能，那种系两大力量之间求存凯智慧，由1841年开始就已经写作习那个城市凯 DNA 入面。1842年，大清同英国签作《南京条约》，正式将香港割让。
葛振石凯道光皇帝可能重觉得自己只系比作一粒比屎干大凯地方出去，其绝对想象无到呢。各所谓凯荒岛，会袭离锦凯100几十年入面，影响住成个亚洲，甚至成个世界凯金融命脉。一段故事话比我爹听，历史往往比小说更精彩。林则徐凯坚持，义律凯投机，卢亚贵凯野心，全部交织埋一起，先成就作今日凯香港。如果你问我点样先可以袭逆境入面生存，我会叫你地下1841年凯香港。葛振石凯人面对凯系真真正正凯绝路，但渠địa硬系可以袭绝路，上面开出一朵花，厂商业神操作。虽然开头无戏极光彩，涉及鸦片，涉及不平等条约，但渠却是习客观上，将香港推向作世界舞台。尼杜凯法治，尼杜凯自由，都系由各个乱世慢慢磨合出离开。我爹今日拥有一切，其实都系由各个地狱开局开始，一步一经心干走过离。讲到尼杜，大家可能都会审，如果当年林则徐同女王凯信真系寄岛，如果义律卯私自签约，今日凯香港会系点。历史卯如果，但系历史有一面镜。递完1841年凯故事，你就会明白，香港凯任性系几干的人精。无论环境几差，只要有一线生机，香港人就会好似当年凯卢亚贵干问到最适合生存凯方式。那场鸦片战争凯真相，远比侵略同反侵略呢低简单凯标签复杂得多。渠系一场关于现代文明同古代文明凯碰撞，系商业逻辑同封建逻辑凯对决，而香港就系那种对决之下最令人意外凯果实。1841年凯地狱火海，最后淬炼出做一粒东方之珠，那个可能先系历史最諷刺，亦系最迷人凱地方。好多人以為香港呢個地方係由1841年英國佬嚟到，喺水坑口插旗之後先至開始有歷史。以前教科書成日同我哋講，開埠之前嘅香港只係一個荒蕪嘅小島，除咗幾條漁村幾個海盜就乜都冇。如果你真係咁諗，咁你真係被呢套說法呃咗好耐啦。今日我要同大家揭開一個被歷史教科書刻意略過，甚至係隱瞞嘅真相。喺1841年之前嘅香港，佢唔單止唔係荒島，佢直頭係大清，甚至係明朝帝國喺南方最重要嘅軍事要塞，更加係皇室成員走難，甚至係密謀復國嘅最後避難所。點解呢段咁精彩嘅歷史會被淡化？點解以前啲官員唔想你知呢啲嘢？我哋今日就由頭講起，睇下呢個軍港同避難所到底係點樣一回事。我哋首先將時間撥返去1278年，即係南宋末年。當時蒙古大軍壓境，南宋朝廷已經被逼到去咗絕路。如果你有去過九龍城，你一定聽過宋皇台。教科書可能只係用兩句嘢帶過，話係宋朝皇帝逃難經過嘅地方。但係你知唔知，當時呢度係一個幾咁壯烈嘅歷史現場？當時嘅小皇帝趙調同佢細路趙柱，帶住成個朝廷嘅官員、幾萬名士兵，仲有幾千隻戰船喺海路一路南逃。佢哋去到香港嘅時候，呢度根本唔係荒島，而係一個有相當組織嘅社區。當時香港嘅士族
好似新界嘅鄧氏、侯氏、彭氏，已經喺度定居咗幾百年。佢哋唔單止提供糧食，仲出人出力幫皇室打仗。你可以想象一下，當時嘅九龍灣，即係而家啟德機場嗰一帶，停泊咗成千上萬隻宋朝最先進嘅戰船。呢度係一個臨時嘅帝國首都，係一個對抗蒙古帝國嘅軍事前哨站。當時嘅香港係支撐住成個南宋最後一口氣嘅地方。如果呢度係荒島，點樣可以養活呢幾萬人？點樣可以維持到咁大規模嘅海軍運作？講完宋朝，我哋再睇下明朝。明朝嘅時候，香港嘅地位更加係不得了。如果你睇返明朝嘅地圖，你會發現一個名出現得好頻密，就係屯門。明朝1521年，即係正德16年，爆發咗一場好重要嘅海戰，叫做屯門海戰。當時葡萄牙人想武力強佔屯門，作為佢哋喺遠東嘅貿易據點。結果點樣？明朝嘅廣東水師喺屯門，即係而家大嶼山同屯門之間嘅海域，同葡萄牙人打咗場大仗。當時嘅明朝軍隊係喺邊度出發，邊度補給，就係香港。當時嘅香港係大清同明朝防禦南中國海嘅核心軍港。香港周圍有好多重要嘅軍事設施，例如大嶼山嘅東涌、九龍嘅官富場。呢啲地方唔係普通嘅漁村，而係設有巡檢司，即係有正規軍隊駐守嘅官衙。如果你話香港係荒島，點解明朝政府要派咁多兵力嚟駐守？點解要喺呢度起咁多炮台？再講到1660年代，即係清朝初期，當時清朝為咗對付台灣嘅鄭成功，推行咗一條極之殘酷嘅政策，叫做遷界令。呢條政策要求沿海居民向內陸撤退50里，所有屋、所有農作物都要燒毀，目的係要令到鄭成功嘅軍隊無得補給。香港當時係受災最嚴重嘅地方之一。你想諗下，如果香港當時真係得幾百個漁民，清朝政府使唔使咁大費周章？就係因為當時香港已經係一個好繁榮嘅食鹽生產中心、香木出口中心，仲有好多人聚居，所以清朝先至要咁樣清場。到咗1669年，即係康熙8年復界之後，香港嘅發展更加係一日千里。當時新界5大氏族翻嚟重建家園，佢哋起咗好多宏偉嘅書室、祠堂，呢啲建築到今日仲喺度。你去睇吓，元朗、屏新、粉嶺嗰啲幾百年歷史嘅大甩，二尾睇吓，二尾睇，二尾睇嗰啲襟喺，二尾睇，二尾睇，依棟個可受。下棟咁粗個可，咁粗個可，咁粗個可，二尾睇嗰啲咁粗個可，講到軍港，我哋一定要講大嶼山喺1817年，即係嘉慶22年，清朝政府喺大嶼山起咗東涌炮台。你可能會問，點解要起炮台？因為當時嘅海盜問題好嚴重。最出名嘅就係張保仔。張保仔全盛時期有成1000隻船，幾萬個部下。佢哋嘅基地喺邊度？就係香港、長洲、大嶼山一帶。當時嘅香港唔單止係正規軍港，更加係一個發外之地嘅海盜王國。清朝政府為咗圍剿張保仔，喺赤鷥角、大澳呢啲地方部署咗大量嘅水師。當時香港嘅水域每日都係炮火連天。1809年，即係嘉慶14年，清朝水師同張保仔喺大嶼山赤鷥角海面展開咗一場長達9日9夜嘅大戰。呢場仗規模之大，
參與人數之多，係當時世界上少見嘅海戰。香港呢個地方根本就係一個充滿硝煙嘅戰場，係大清帝國南大門嘅鎖匙。咁點解教科書要隱瞞呢啲嘢呢？點解英國佬嚟到之後要拼命宣傳香港係一個荒蕪小島呢？其實道理好簡單，如果你係一個殖民者，你想佔領人哋嘅地方，你最好嘅借口就係話呢度本來就無人、無文化、無歷史，係我嚟到之後先帶俾你文明同發展嘅。呢種係典型嘅殖民者敘事方式，佢哋將香港以前幾百年甚至上千年嘅歷史抹殺掉，將所有功勞都歸於1841年之後嘅發展。但係事實勝於雄辯，地理位置係呃唔到人嘅。香港之所以被選中成為轉口港，正正係因為佢有天賦嘅深水良港，而呢個良港喺1841年之前已經被歷代嘅軍隊、海盜、商人爭奪咗幾百年。我哋再睇下一啲被遺忘嘅細節，你知唔知香港呢個名係點樣嚟嘅？最流行嘅講法係因為呢度以前出口管香，即係一種高級嘅香木。明朝嘅時候，東莞一帶生產嘅香木都會集中喺香港嘅石排灣，即係而家嘅香港仔轉運，所以呢度先叫香港。呢個事實證明咗，早喺幾百年前，香港已經係一個成熟嘅國際貿易網絡入面嘅重要節點。佢連接住廣州、東南亞，甚至係歐洲。如果呢度係荒島，點樣做貿易？仲有講到避難所，除咗南宋皇帝，香港其實仲收留過好多政治流亡者，因為香港嘅地形複雜，山多、島多、海灣多，好容易匿埋。喺清朝初期，好多反清復明嘅義士都係喺香港，特別係大嶼山一帶活動。佢哋喺呢度建立基地，聯絡海外，甚至到咗後來太平天國失敗，好多餘部都係逃亡去到香港，隱姓埋名過日子。香港一直以嚟都有一種容納嘅特質，呢種特質唔係由1841年開始，而係植根於佢獨特嘅地理環境同歷史背景。我哋講反軍事防禦，喺1841年之前，清朝喺九龍半島其實有一套好嚴密嘅防線，除咗東涌炮台，仲有九龍汛、官庫巡檢司等等。1839年，即係道光19年，林則徐嚟到廣東禁煙，佢已經意識到香港嘅重要性。佢喺尖沙咀起咗臨時嘅炮台，仲喺九龍起咗官涌炮台。喺鴉片戰爭爆發初期，中英雙方喺尖沙咀同官涌爆發咗多次衝突。當時嘅清軍其實係打得好頑強嘅，並唔係教科書講到咁不堪一擊。只不過後來因為整體國力嘅差距，加上戰略失誤，香港先至會落入英國人手中。所以當你企喺維多利亞港邊睇住嗰啲高樓大廈嘅時候，你要知道喺你腳下嘅呢片土地曾經係大清帝國嘅軍事重地，係守衛南中國嘅第一道防線。講到呢度，我諗大家應該明白點解我要話呢啲真相係被隱瞞，因為一旦你接受咗荒島論，你就好容易會有一種自卑感，覺得香港係無根嘅，覺得香港嘅一切都係外來嘅。但係如果你知道香港喺1841年之前已經係一個經歷過王朝更替、參與過世界級海戰、支撐過帝國經濟嘅地方，你對呢片土地嘅睇法就會完全唔同。香港唔係由1841年先開始偉大，香港嘅價值係由幾百年前嘅軍事布防、海路貿易同埋氏族奮鬥入面一點一滴積累返嚟嘅。我哋嚟深挖一下啲鮮為人知嘅氏族故事。
新界嘅鄧氏，佢哋嘅祖先喺北宋時期已經搬嚟香港。你知唔知鄧氏出過一個王妃，就係宋高宗嘅皇侄女？當時宋室南遷，鄧氏嘅先祖收留咗呢位落難嘅郡主，後來呢位郡主就嫁入咗鄧家。呢件事唔單止記錄喺族譜入面，更加係得到朝廷認可嘅。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香港嘅豪門大族喺1841年之前，已經同中原嘅皇室有住深厚嘅血緣同政治聯繫。佢哋唔係鄉下佬，佢哋係有文化、有身份嘅士大夫階層。佢哋喺元朗、錦田起嘅書室，例如周王義公書院，係為咗紀念兩位喺遷界令入面幫香港人爭取復界嘅官員。呢啲書室唔單止係讀書嘅地方，更加係政治紀念碑，記錄住香港人反抗苛政、追求生存嘅歷史。再講下香港嘅海軍遺產，你知唔知大嶼山大澳嘅關帝廟點解會咁香火鼎盛？因為關羽喺水師心目中係戰神。以前喺大澳駐守嘅清朝官兵出海打仗之前，都會去拜關帝，甚至張保仔呢啲海盜都一樣好信神。呢種海洋信仰反映咗香港以前係一個充滿冒險、充滿軍事對抗嘅社會。當時嘅香港人唔係只係喺岸邊曬客漁網，佢哋係要面對大風大浪，面對炮火同生死嘅。如果我哋睇返1840年前後嘅地圖，你會發現英國人之所以選中香港島而唔係揀其他地方，係因為佢哋研究咗好耐清朝嘅軍事部署。佢哋知道香港島同九龍之間嘅海峽，即係維多利亞港，係一個天然嘅避風良港。而且當時清軍喺呢度嘅布防雖然多，但係火力分散。英國人係睇中咗呢個現成嘅軍事基地，佢哋唔係喺度開荒，佢哋係奪取咗一個戰略要點。所以我哋要重新定義開埠呢個詞。1841年唔係香港嘅誕生，而係香港角色嘅一次劇烈轉變，由一個帝國嘅軍事要塞變成咗一個西方殖民帝國嘅貿易樞紐。呢種轉變係血淋淋嘅，係充滿住權力鬥爭同文化碰撞嘅。教科書用荒島兩個字，將呢啲複雜嘅歷史全部抹走咗，令我哋忘記咗祖先喺呢度流過嘅血、流過嘅汗。講到尾，點解我今日要講呢啲？因為我哋點樣睇過去，決定咗我哋點樣睇未來。如果你覺得香港以前係無根嘅，咁你可能會覺得香港好脆弱。但係如果你知道香港係一個經歷過風雨、見證過帝國興衰嘅地方，你就會發現香港人嘅骨子入面一直有一種堅韌同靈活。由南宋嘅遺民到明清嘅軍人、商戶、海盜，再到現代嘅香港人，呢種同大海搏鬥喺夾縫入面生存嘅精神，其實係一脈相承嘅。我哋唔應該再被嗰套簡化嘅歷史觀牽住走。下次如果你去到赤柱、去到東涌、去到九龍城，你可以閉上眼想象一下1841年之前嘅呢度，海面上唔係維港遊，而係旗幟鮮明嘅水師戰船；山頭上唔係豪宅，而係戒備森嚴嘅炮台。呢度曾經係帝國嘅軍港，係皇室嘅避難所，係無數傳奇故事發生嘅地方。教科書隱瞞嘅唔單止係幾段歷史事實，而係香港作為一個具備深厚歷史底蘊嘅海洋城市嘅真實身份。當我哋移返呢啲被遺忘嘅碎片，我哋先至可以真正理解點解香港會成為今日嘅香港。呢度從來都唔係一個被遺棄嘅角落，
佢一直都係亞洲歷史大戲嘅主角之一。1841年前嘅香港係一個充滿生命力、充滿衝突，亦都充滿機會嘅世界。我哋有責任將呢段真相講返出嚟，話俾下一代聽。我哋嘅家唔係由100幾十年前先至突然出現嘅，我哋嘅根深到去到幾百年前，甚至1000年前。由1278年嘅宋皇臺到1521年嘅屯門海戰，再到1817年嘅東涌炮台，香港一直都係處於歷史嘅風口浪尖。呢個地方承載咗太多人嘅希望同遺憾。如果你仲係覺得香港係荒島，咁我建議你真係要親自去呢啲歷史遺跡行一轉，去感受嗰啲古老磚牆入面嘅回聲。歷史唔係死嘅文字，歷史係活生生嘅血肉。香港嘅故事仲有好多好多被埋沒嘅章節，等住我哋去發掘。今日講住咁多先，下次我哋再傾下，到底仲有啲乜嘢係我哋喺教科書學唔到，但係身為香港人一定要知嘅真相。